同大家講下，繼續係 PUA 嘅系列啦。其實我發現好多人都係受呢個 PUA 之苦。一般 PUA 你嘅人咧有3個種類嘅。第一就係你嘅屋企人啦，第二就係你嘅情人啦，第三咧就係你嘅上司。其實呢3種人咧都有種特點嘅，有種共通點就係咩咧？第一，你好難脫離嗰份關係；第二，你亦都有好多嘅互相嘅期待，或者互相嘅情感牽絆喺入邊。如果遇到嘅情況，咁你點樣算呢？其實好簡單，你要有一套策略去同佢哋去相處。咩策略呢？因為有個特徵嘅，基本上你同會 PUA 你嘅人傾偈呢，佢會係所有嘅問題站咧都指向你。無論係佢食唔飽，佢肚餓係你嘅問題啦，佢窮又係你嘅問題，遲到又係你嘅問題。有冇試過咁嘅感受啊？所以如果你同佢哋冇得離開嗰份關係嘅，咁你就要諗下點樣同佢哋相處啦。一，你要清楚你嘅界線，你嘅底線喺邊度。當佢潛越你嘅界線嘅時候，你要識 say no。第二，你要清楚能夠表達到你自己嘅底線同埋需求同埋感受係啲乜。第三，將你累積一路以嚟嘅情緒喺一個安全嘅地方去宣泄開去，等你可以喺段關係入邊可以更加冷靜安靜。真正嘅治本嘅方法咧，就係你要揾翻你嘅信心啦。因為好多時候你喺一種有毒嘅關係底下，你覺得自己係冇價值，咩都唔係。希望你可以再一日攞翻你力量，唔再俾人 PUA，開心咁生活啦。拜拜。